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么爱我们，能够让我们成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愿你的灵临到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哈！我首先还是要代表新竹圣经学院向大家来请安我们的教会过去对新竹圣经学院的奉献代祷让能够这个学院虽然没有学生了，不过还继续在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图我们有没有看过看过的主角是谁如果我们进入海关，现在大概都会碰到了，对不对？那我们给他一个 title 叫做护国神犬这个要不要紧这个很要紧呢其实现在是帮我们看守着徽州的猪瘟猪瘟。那以前的徽州猪瘟之前有没有？就有了啦，我记得就有了啦那时候他也在闻你，在闻什么毒品啦，还有一个啦，水果啦。你不要带太香的苹果回来他还是会闻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其实是在美国了，美国的海关我就是奇怪那些狗在闻什么，还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不过这些狗还是会疲劳了它闻久会疲劳不要忘记了，我们会疲劳，狗的鼻子也会疲劳，所以它要轮班轮班不要虐待它爱护它现在韩国也已经沦陷了也有徽州猪瘟了这个徽州猪瘟真的很麻烦西班牙用了100年才慢慢的把徽州猪瘟处理好你可想而知徽州猪瘟多么麻烦所以我们去中国你要小心不要带那个什么金华火腿回来不要害死台湾，真的不要害死台湾。我们上次20几年前的口蹄疫嘛，对不对？我们到今年才解除，已经经过20几年才解除，你可想而知这个多麻烦的东西所以我也唤醒大家真的要爱护台湾我们现在猪肉还可以很便宜你到中国猪肉已经很贵了他们不敢吃猪肉了好，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狗我们就要说狗犬这什么犬？大家都知道导盲犬我不是说导盲犬，我要说这旁边这一位他是谁他是盲人，对不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在讲盲人的故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对待这些盲人？想一下，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上看到的？我们政府规定公共场所、学校机关我不知道有没有规定到我们护墙，我不晓得了按照道理是公共场所都要导盲砖了导盲的设备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是孕妇用的了，真的很糟糕，孕妇在用的这个也是导盲砖导盲砖可能是导盲砖设好了然后再做那个，说不定或许是说那个已经做好了来做导盲砖因为都不要没有关系这种盲人能够走吗这种盲人能不能走我们的盲人很重要他什么18般武艺都要会，对不对连这个路他也要会走了连这个也要跳用跳的所以我说过了，我们台湾当盲人真的要18般武艺都要会，就是这想象他会跳，也会跳高跳高当然不要这样了这个就糟糕了。你如果跟随着导盲砖的话，你会怎样？
那是水果啦，那是印尼啦，也可以说是印尼啦，你不要笑人家说印尼好像没有水准，我们也差不了多少啦，差不了多少。我们是这样来对待这些弱势者，弱势者。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现象，出现了很多的字眼是出现2次，短短的7节呢就出现2次。譬如说迪买、耶利哥、大卫的子孙路，这个都出现2次了像这个迪买也是出现2次。圣经跟我们说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其实错了，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巴迪买这个巴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儿子的意思。迪买呢？迪买什么意思？这是希腊文啊，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买来的，红贝来了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其实巴迪买这个名字就是侮辱人，就是侮辱的意思啊，说你这个猪狗不如，跟这个意义差不了多少。换句话，有时可能这个巴迪买这个人连名字都不晓得了，人已经看不见了，够可怜了。我们要用名字呢来侮辱人。那巴迪买不只是一个盲人，而且圣经说他是一个什么种人？乞丐，对不对？换句话说，他是社会里面弱势中的弱势了虽然是这样，但是他所表现的却是耶稣基督一再赞美的。赞美什么？信心。耶稣基督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从这里我们同样从这一章的中间这个中间其实这一章很丰富了我们来看这一章，同样是这一章有时间我们回去看在这章第17节开始又说到一个故事了什么故事？我们都很熟了，财主的故事当然马可福音记载这个财主没有说他是年轻的老的都没有马太、路加就说那是一个做官的他那个是一个那个少年人，其实这里都没有说如果根据马可福音的话，我们只是说他是有钱人这个财主所表现的跟巴迪买就差很多了我们看到这个财主的中间虽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知道他有钱不能得到一切，有没有？如果他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他不必来找耶稣了，真的不用来找耶稣了。为什么？他到底缺少什么？他要寻求那个永生之道，对不对？表示这个年轻人很有进取，不是这个有钱的人很有进取的心呢，有没有？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会不会这样？有钱了好像可以买一切，对不对？宗教不用了，什么都不用了，这是常理。但是耶稣看到这个有钱人高不高兴？真的很高兴呢。我们好好读耶稣很高兴呢。这个人不容易呀。就问他了问他说了然后说你有没有守世界面的有一大堆，有没有？他都有呢。台湾叫 K 刚来，他真的很认真来守这些律法呢。他不是有钱而已呢，他能够宗教的行为他都有呢。就好像说固定来做礼拜，我不是说固定来做礼拜错了，不是他是这样的人呢，但是他认为还不够。当然耶稣很高兴不过耶稣基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走了。说哪句话？我们看经文说哪句话17节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就这么一句话缺少什么？放弃一切跟从我，就是这么一句话。
原来那个财主还少了一件，对不对？我的今天题目就是从这里来的了。你还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缺少一件就是卖你所有的。坦白说，这很困难，真的很困难。耶稣基督的标准很高呢，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会不会这样？坦白说，对我来说，我还是有困难。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学习？来学习，有这种态度，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接下来第30节又提到另外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就是说，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跟约翰。雅各跟约翰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看作很要紧的门徒，对不对？耶稣基督虽然门徒我们都说12个，但是你如果好好读福音福音书，还是有学生里面的学生，门徒里面的门徒，哪3个？有3个啊，对不对？我们很熟啊，谁啊？第一个大弟子谁 ？Peter， 有没有人叫 Peter 的？很多人叫 Peter， 对不对？第2个呢？约翰啊 ，John 啊，第3个呢？接口啊，或是 James。这2个人是他的大弟子呢，不要忘记了呢所以耶稣基督有时候在山上变貌，就带3个，没有带全部哦。换句话说多么要紧！这2个门徒是多么要紧但是呢，在这35节以后说的故事是说，这2个大弟子竟然要求耶稣基督什么东西？大卫，不是 David 啦得到权力呀！什么权力？因为他们还在做梦啊。耶稣基督啊，当有一天你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时候，当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右边这不是权力，不然是什么？就好像什么？我们在选总统，对不对？明年哪时候要选了？元月11号嘛，现在大学都为了这个而提早一个礼拜开学我们这里有没有学生都提早一个礼拜为了大选，选上总统了，这个左右手是谁？左右手是谁？左右手是谁？左右手就是副总统跟行政院长嘛。换句话说，这2个人是要求一个副总统，一个行政院长，意义是一样的啊。但是耶稣基督说，决定这个大卫不是我能够决定。再说，我来的目的，我的所带来的王国是一般的王国吗？不是我的王国是这样呢，你要当王的人要怎样？替人家洗脚呢？我带来的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是一个忽视别人的王国，这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不是吗？我们可想而知在门徒里面的门徒竟然还有这种想法，这就奇怪了好，有可能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到目前为止，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而已。所以耶稣基督会跟他说，你要成为大的，要忽视众人。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生其实他们欠缺一项，对不对？欠缺什么？放弃那种世俗的追求权力的，追求地位的，追求好的名声的那种欲望，不是吗？他们也缺少一项呢，对不对？对呀。如果我们缺少一项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故事里面，巴底买有没有欠缺一项？有没有？其实他也缺一项的，他缺少什么？如果他没有缺那项，他也不用来了啦，真的啦，对不对？
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啦？他需要看见嘛，不然他找耶稣做什么啦？而且他叫得很大声哦，我们看经文看不出来，对不对？我用的我台语堂有说过了哈。我们看到那个火灾，你会怎么叫？你会怎么叫？火灾哦，慢慢来哦，你会这样吗？你的会修，你会大声嚷嘛，对不对？这个巴蒂买是这样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读经文要想象一下，他是多么迫切想得到医治啊，对不对？第一声叫了，结果其他门徒出来了，不满，你看谁心爱啊，小声一点啊！但是越骂他，他越大声。他可能那时候不是用嚷的而已了，很难形容。如果有麦克风，有什么，他一定拿麦克风起来叫。对啊，他迫切想得到医治啊。对，从这3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都欠缺一项。对他们欠缺的态度来看，真的没有不大一样。前面我说的2个故事啊，其实跟钱财、金钱啊、权力、欲望有关系，也成为他们所欠缺的，其实也很困难放弃。但是呢，巴底买他所欠缺就不大一样，因为人生下来，上帝创造还是有缺陷啊。有些人生下来看不见了，对不对？有些人怎样？聋子听不见啊，他连这个基本的五官都欠缺啊。他只有很卑微的、微小的要求，我能够看见。其实这是大要求啊，不容易达到的要求啊。他欠缺是这一项啊。好，天生就不公平了。不是这样而已，人家实际上要耻笑他，还耻笑他了。用不一样的、异样的眼光面对他，所以他有机会来的时候，他不会为这个家争取吗？绝对会的，没有错。他没有被这个命运打败，巴底买没有被命运打败。当他听到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他没有顾虑到自己的状况，他要求能够看见。所以当耶稣在叫他的时候，他用什么动作来回应？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再看一下，他怎样丢了衣服呢？大家想一下，犹太人一生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呢。所以经文有说，法律有说，你不能把犹太人的衣服借了不还了，因为他可能会冻死。他那个衣服有可能是他的棉被啊，你不能乱拿啊。他顾不得了，把他最要紧的衣服都丢下来，然后怎样？这里说用跳的啊，他不是温柔的站起来，不是，他竟然是用跳的啊。然后走到耶稣的跟前，表示说怎样？他急着要得到医治。耶稣对他回应了，他真的很高兴，他顾不得他要紧的东西了，不是吗？所以主耶稣说他是怎样的人？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的信来救他。换句话说，他那么急着要得到，还有他进一步，他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他跟着耶稣走，表示什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成为门徒不用那个有钱人啊，一条件一大堆，不用像他的学生啊有条件，不用这样，真的，他就跟随耶稣。从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谁是盲眼？我想一下，谁是盲眼的人？这个是今年的在今年呢，这些科学家出来了，谁？
30-40年前，这些科学家就出来，这时候是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大声呼喊着，这个世界30-40年前哦，就说了世界末日快来到了。为什么？30-40年前的时候，当美国跟苏联在核子战争的时候，有没有危险？那是按钮战争呢，一按下去就不得了，就完蛋。所以以前跟人说只剩下5分钟，就12点了。这个地球就撒由那拉，人类就撒由那拉不见了。现在他们又出来了，今年又出来了讲话了。经过了30-40年，又出来讲什么话？他说现在世界末日哦，其实他说的是人类末日啊，是人类，不是地球末日，人类末日。地球还不会那么快死掉了人类末日快来了。为什么？只剩下2分钟。为什么会有人类末日？有3种东西会人类末日。第一个，他们继续说到30-40年前的核子大战有可能会来。那个 Trump 将这个中程的条约又废除掉，这个很危险的，坦白说很危险的。如果你有看报纸就知道。第二个会造成世界末日就是假新闻，听过没有？我们现在假新闻多不多？我看很多传给我的东西赖，特别是赖，这会害死人呢。为什么？很多的医药常识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我看的都可以，不是当牧师而已，可以当医生真的可以当医生我如果传一个什么还没什么一个药方给你，你会不会信？会不会？大家会不会信？你看都有人都在讲这个吃了怎样我记得我前阵子去找一位说养鱼的专家，热带鱼的专家他就跟我说你别看黑啦，不要看那个小新闻啦怎么养鱼100个人讲100种讲法大家都会讲一套你要信哪一套特别是总统大选我们的假新闻会特别多不是只有台湾呢，全世界都是假新闻困扰着这个会造成世界末日，你信不信？我相信呢，我真的相信不要上帝出手，我们就自己害死自己一大堆，大家都是专家说不定你看多了，你会讲到你也会讲到，说不定。好了，第3个，什么因素会造成世界末日？全球的暖化也会造成世界末日。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一些，我要花点时间来讲。为什么？因为暖化很快来临。暖化就好像那个巴迪买一样，现在大声疾呼，一直在叫了。我们有没有听到了？有没有听到？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暖化？好，这是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IPCC， 这是跨政府组织的气候小组。这个小组大概有2000多位科学家，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学家、什么学家都在这里面。他们在去年10月宣布了，如果人类按照这个污染的程度、排放碳的程度，2030年我们会提高全球温度1.5度。过去说2度，那说不是这样，要1.5度就好了。全世界怎样？所有的制度要砍掉重练。我们要想象联合国就是这个团体不是乱讲话的，他们也很少公布这么严厉的话。为什么？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组织你不能乱发表，一定会得罪很多国家。这么保守的机构都竟然敢讲这种话，表示说这个地球多么严重，很快来临。如果2000现在几年了？不是19了，对，抱歉
2019年还剩下几年？啊，这不是开玩笑哦，真不开玩笑哦！这么保守的机关都根本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翻转，这个暖化一去不回头。啊，暖化有什么结果？我们想一下哈。好，暖化等一下我讲结果。好，为什么这样？我们花费太多了啦，消费地球太多了。我们一直在消费地球，知不知道？有没有？这是好事多还是考试多？啊，想一下。我也是 member 啊，坦白说，我 member 已经20几年了啦哈。我在美国就加入了，现在实际上在反省，真的要反省啊。为什么？我讲了例子哈，我上一堂也讲这个例子，我有事情还是要讲哈。我们有一次我的师母就跟说啊，咱来买这罐导游酱油了哈，干嘛点买全脸不去买，就偏偏去那里买？为什么？那有试吃的嘛？气价啦，试吃的啦哈，因为很少有这种店，现在比较多了哈。啊，好事多哈，其实都很大块了哈。啊，美国更大，我去美国有时间去，好事多的卡是美国全世界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哈。你去哈，我们美国的那个真的让你试吃更大，更大块哈。买酱油是好听的啦，买了一大堆，哇，这样凶，那个便宜，这个便宜哦，一大堆。结果回来说啊，糟糕，酱油没有买。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多哈，是考试多还是多我不晓得哈。真的我们要节制了哈，不断的消费哈。我上一堂我也讲了一个例子哈，现在中国哪里已经有好事多了？上海对不对？啊，上海上个月有好事多嘛哈，就变成大灾难，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好事多次次都那么一块，对不对？在中国的次次都是一只鸡的啊，你不晓得啊？他们那个烤鸡啊，好事多的烤鸡很好吃嘛哈，据说啦，其实这个我听到太多人讲了，不是据说了，我可以查证哈，大家可以去查证看看。听说当天不只是塞车了。他们烤鸡烤了7000只啊！结果真正拿去算账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只有2000只，那5000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结果后来他们都试吃，试吃都一只鸡在试吃，在中国anyway 不是讲这个，我在说我们消费太厉害，太严重了。这个地球不会死才奇怪越多的消费，工厂当然越多的排放，这是正常的。你会说科技处理，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本身是学环境工程的嘛你怎么处理还是有限呐，你没有办法100%处理，很困难呐，工程上很困难，而且要花费更多的钱。东西那么多，你一定要污染越大。结果呢？结果怎样？高雄真的发大财啊！发大财发这种大财这很糟糕啦，这很糟糕这个，到了冬天慢慢来。这几周气象局又在宣布了，嘉南地区已然橘色警告，这个还很便宜的呢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冬天还有红色警告，还有紫色警告呢。我们的隔壁国家中国，坦白说，你如果看那个地图我有这种地图，他们绝对会比我们严重，绝对比我们严重。我扣空弹冬天不要去玩了，真的不要去玩那个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严重为什么？以前我们当小孩子没有现在怎么会有？结果怎么跑出来的？其实这会累积污染还是会累积另外一个，我们消费这个地球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好了，这个怎么火了？奇怪是印尼最近的9月23号，刚好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而已
东南亚的国家有2、3千的学校关门，为什么？森林火灾，森林火灾，我们看到了，结果这些污染还是会跑不掉，还是留下来。你会说台湾有处理呀，台湾有焚化炉啊，那是台湾呢。我们台湾坦白说，在处理方面还是很进步的国家，很多的国家根本没有处理，就乱丢。真的乱丢我们的海浪变成什么？变成垃圾的海浪呢？变成塑胶的海浪啊？有没有看过？当然这是比较夸张了但是也跟你讲，真的是这么严重。原来文明就是这样。大家享受的背后就是破坏，就是这样嘛。你要砍一大堆树我就说过了，我是让女性同胞，我没有侮辱的意思我们今天来教会你怎么选你的衣服啊？有没有选衣服来教会？有没有？查某可能凊彩啦，男的这个随便穿就好了你的一定要选，对不对？那个衣橱打开一大堆，结果今天会说一句话：我没有衣服可以穿呢。你怎么穿来的？你穿什么来的？变成我们的习惯了，不是吗？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暖化一个现象很简单，地震会增加。印尼最近又地震了，很多地方都在地震，因为地球温度整体温度提高了。我们看到什么？森林火灾越来越多像Amazon它今年不是7万次，8万次以上。当然，很多巴西总统他是主张开花的，也很糟糕。本身就有火灾了，你还加上开花，说怪天然的火灾，其实有些都是人为的火灾，烧掉了，烧掉了。我们看到了，这火灾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2年前去加州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生森林大火，然后是 Napa， 这是旧金山的 Napa， 他们是酒乡，可以长久的地方，品长久的地方也烧掉了，整个都烧掉了。那个城市还叫做 Paradise， 还叫做天堂，变成火灾的天堂，烧得一塌糊涂。好了，你看世界真正危险了。好，我要说这个运动，这个运动这个是一个瑞典的少女她今年是16岁，她呢从去年开始来发起一个运动，叫做 Fridays for Future。为了礼拜五，其实她不是为了礼拜五，她说联合国的专家跟我们讲了这一大堆，我们没有未来啊，我们还读书做什么了？我们要上课做什么啦？你没有用啊，真的是没有用啊！地球要重来啊！谁造成的啊？谁造成的？都是我们这些国家，我们这些很喜欢去好事多的国家，就这样啊！坦白说是这样啊！我们是高消费的国家，不负起责任的国家。所以他最近9月23号在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他特别用眼睛白眼瞪着一个人，谁？Donald Trump 被人家翻白眼，就是他。为什么？你美国是领导者啊，全世界领导者，竟然领导全世界乱开花，不负责任的开花，一直所谓的要发展发大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发大财真的，我们还好好想一下啦。我们知道大家喜欢发大财啦，结果好像杀鸡取卵一样啊！你自然界没有了，你还发什么大财啦？你还说什么经济成长，那个都没有用了。这个Summer 这个少女，她讲的是这些啊，就是你们破坏，我们没有未来啊！我们读书做什么？没有用啊！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不是开玩笑。好了，联合国最近又提出一个警告了，他说如不积极减碳，全球怎样等的海势，就是海水会提高。我们的西海岸，包含的台南，其实他有说了我们最近有调查，6都里面哪2个城市最容易那个，知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第一个前几名我们台南一定有啦。各位，我们都住在台南啦我们是一体的不要忘记了台南会海水涨得很快的其实很多现象，我都有带学生去看海边那个你看你会吓死，我跟他们解释为什么那个海水为什么会这么涨，而且涨得很快这几年会更快另外一个是台北第3个是高雄，我是高雄人我是高雄人我以前也带过学生去参观高雄的茶山看那些猴子结果去了5次，被猴子抢了7次那个高雄抢案最频繁的地方就是茶山真假呀，就是这样被谁抢？被猴子抢你最气的是什么？因为茶山很高高到300多公尺如果这几年会上涨的话，你最气的是孩子，那些猴子还存在因为它住得很高，高雄市区都不见了，茶山还在猴子还在一条条有够气的啦那些猴子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太多故事了。好 anyway 我们回来我们到底是怎么啦？我们是怎么回事？最近我一直在教会疾呼，我们的信仰要怎么反应这个大自然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在呼喊那么大声的，你有听到吗？你有回应吗？有没有？还是放我不要管他，我继续享受我的。坦白说，这个桑德尔已经跟我们讲，他们没有未来的，包括我们在内的年轻人没有未来，真的没有未来，什么都不见了，火灾频繁这阵子又一个台风来了，到现在快10月还台风，11月还有台风，这种现象会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看这个影片了我们继续来看，要不要看？这个看过了有时间没？好，来看了我们看一下。很多人看过了我现在跟你讲大概3分钟而已很快。很多人看过这个影片只跟你提醒你，我们可以do something，你可以做一些减碳。我希望我们的互相教会来做看，从少用塑胶产品，不是不用少用，重复使用，或是甚至不用。先从这个来
你看了会怎样？我看了至少10次以上啊！我大便看了，我都快流下眼泪。你看了会怎样？很高兴吗？这是我们造成的，不是吗？这是一个例子而已哈。我说，你那个我说要减碳，我们要怎么做啊？怎么在我们生活方面真的要努力，真的好好努力啊！这个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好，连海龟呢都会碰到这种麻烦。好。其实我们都缺少一项，好，你缺少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心灵的层次，心灵的问题，不是我们缺少物质，没有，你有缺少吗？其实我们还是相当丰富的时代，但是呢，我们很多的缺少，我们永远缺少一项。面对这一项，你跟我能够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做的真的不够，我们只有为了自己，却忽略了同样是你所创造的一切。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永远有这一项的缺少，永远缺少一项。让我们通过这样更有能力，通过这样心灵的交通，通过你来的力量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内心的挣扎，来面对我们所处的世界社会，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